接来看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的选罢法、财政收支维分法、甲宪法诉讼法，但是立法院敢若送出着宪法诉讼法，另外两个法案是渐慢来公告。民进党团痛骂议长韩国瑜的行为违法违宪，若总调郭建明阁呛讲要去法院告，而且要用迄个宪法法庭申请甲国民党来解散。结果进前，互民进党团来封杀的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刘静怡，是伫个面册来批评，讲若要解散着政党，必须由政党的主管机关提出着申请。敢讲这个国中甲高中的公民课拢无教。大家平安，谢谢了。好。就算这届召开协商，调解原来是西牛照角，这届互点名罢免立院院长韩国瑜，无要加讲，赶紧离开。民进党立院党团总调郭建明伫咧面册会立专开，无排除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，威胁的国民党。韩国瑜是受制于傅文琪嘛，傅文琪叫他不能送，他就不敢送，所以我们干脆来罢免韩国瑜，让傅文琪来当立法院长，这样还比较实至名归吧。空中呛声鲍坤基阁连续几天亲身主持民进党团的记者会，因为不满韩国瑜应委员会调委要求，万请公告在违法甲选罢法。那宪诉法三读条文已经送到行政院，会伫咧明仔载行政院会通过，正式提出复议。另外，互民进党团封杀的大法官洪提名人刘静怡嘛参战。并且普文考试，若要解散政党，照宪法规定的定序，就要政党的主管机关提出申请，唔是党边靠党团自主凊彩发声。敢讲中学的公民课无教，就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出动炮火。是赖清德政府之下，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，就是斗。我们看到立法院在民进党强力的杯葛，甚至用暴力的手段之下，我们立法委员团结一致。让25年来没有办法修正的财划法能够顺利的通过。同时间如果产生任何的一个纷争跟争议的时候，那就依照宪法的体制来做处理。那当然包括复议或者是释宪，或者是其他的人民的手段的意志，那当然都是必须要尊重的。传出民进党团部分立委已经签署紧急处分委任状，若实在违法，行政院复议，互人阻挡，嘛无排除提出释宪。会期尾原来是全力备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